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6日，诗篇112篇40安尼讲：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三甲来祈祷，伫黑暗中用光照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权能、大气力的至高上帝，主啊！伫你满有慈悲怜悯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互阮通美伫你的内面，享受你救赎的恩典甲疼痛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阮要高举的。我要学乐称颂你的名，你的名传到全地，学乐的声透到天边海角。主啊，我要用你来献上学乐甲感谢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用正手牵救阮，通互你所疼的人得到救。主啊，阮伫黑暗中的时，要有光来照阮，因为伫你就要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对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